人类的年度病毒也就是 HPV， 无论是查甫查某，拢是会感染到的，嘛可能会因为安尼来引起癌症。目前卫福部是敢若予各中的查某学生来自公费的 HPV 疫苗。台北市卫生局即马要走大声，对于明年开始，各中的查甫学生嘛会当来自公费的 HPV 疫苗。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人类乳毒病毒，简称 HPV。目前卫福部国建署推撒各种女性子公费的 HPV 病毒，男性无提供。不过台北市卫生局11宣布，要排伫6岛的头前，明年113年开始提供112年入学的各种男性公费子 HPV 疫苗。我们预计就是112年入学的一个国中男生，将近1万人左右。那我们来提供HPV 9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。卫生局表示 ，HPV 是一种会致死细胞癌化的病毒，大部分是接触甲性行为为着的。只有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，不分性别，人的一生感染的机会达到8成。来做注 HPV 疫苗，唔那女性会当预防子宫头癌、阴道癌、外阴癌，男性会当预防头癌癌、粪口癌、甲菜花等。如果只有打女生的话，其实你大概只有阻隔了1半的一个传染源哈。那男生的角色在这个疾病也非常的重要。WHO 的文件里面大概有提到说，所有癌症里面，在女性的所有癌症大概8.6，它是归于 HPV， 那男性的部分大概是0.8，所以他认为说这个部分有一些差距。国建署表示，尊重台北市卫生局的做法，不过明年计划也是照 WHO 的建议，自9岁至14岁有性行为进前的女性为主，女性注射率较悬，嘛会予男性的风险降低。目前评估效益，女性注射的效益较悬，未来我会同步参考国外资料做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